一種嘅屋咧特別容易出同性戀嘅。歡迎大家收睇元太組，我係林定康師傅。咁啊，今日嚟到家居風水嘅形狀篇啦。嗱，咁啊，之前講過大門，又講過廁所，唔同嘅位置都講晒啦。但係其實咧，睇風水嘅時候最重要嘅咧，其實就係形狀。咁形狀你唔需要係風水師都識睇嘅。咁啊，今日羅列咗幾個比較特別嘅形狀。咁最靚嘅風水屋，咁啊呢度一句講晒，四四方方、四四正正嘅，即係話最實用嗰啲咧，其實就最好嘅。咁啊，如果你俾張紙個小朋友畫畫，佢一畫出嚟咧，都係畫一間四方形嘅屋嘅，就唔會畫啲咩三尖八角啊、K 型啊、崩咗個角啊、啲缺角嘅屋，都好少會畫到咁嘅，除非個細路仔精神有啲問題嘅啫。咁但係好不幸咁咧，香港大部分嘅屋咧都係畫到三尖八角嘅。咁今日就羅列幾個我自己睇風水啦，甚至乎我最近揾樓嘅時候咧，都會見到嘅一啲古怪形狀。咁呢啲比較奇怪嘅咧，就而家同大家慢慢分享一下啦。好，咁而家第一個奇怪形狀咧，就係大家望下熒光幕啦。嗱，呢一個咧，我哋叫鋸齒形。咁邊度揾到咧？如果你喺太古城揾1000尺以上嘅屋咧，你就會見到呢個咁嘅形狀噶啦。咁啊，呢啲屋我哋有咩問題咧？一，屋唔係四方形啦，基本上冇風水可言㗎。咁啊，好似一個人畫圖畫到一半打乞嗤咁，嚓嚓畫兩下，跟住就算啦，繼續畫埋落去。咁呢啲屋有咩問題咧？一個宅主位會亂七八糟嘅。咁二嚟咧就係如果大家睇一幅圖咧，啲牆咧就全部斜晒咁樣落嘅。斜牆對於一個人嘅身體嚟講咧，就係最大嘅煞氣，因為每一個角突出嚟咧，都可以稱佢為尖角煞。咁除咗呢個煞氣影響身體健康之外，逢係屋如果多斜牆歪嘅牆咧，咁個人諗嘅就會古靈精怪嘅。咁啊，包括本身就係賣魚蛋粉啦，突然之間咧就走咗話要去賣白粉咁樣嘅，咁啊就係呢啲屋會出現㗎啦。今日本身係做風水師，過兩日突然之間咧就話自己要出去販毒嘅，咁呢啲古靈精怪行為咧就會出現喺呢啲屋入邊。咁如果係啲有小朋友嘅家庭啦，呢一種屋咧就更加適合避忌嘅，因為咁樣嘅屋生出嚟嘅細路仔咧，一係就有情緒問題，二嚟就好難教唔聽話嘅。咁所以盡可能唔好揾啲屋咧係三尖八角。咁啊講多少少，雖然我個人對佢哋就冇乜評價嘅，但係社會可能唔係好接受，就係呢一種嘅屋咧特別容易出同性戀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擔心自己仔女住落去可能由直變咗攣嘅，咁都盡可能避免呢啲屋啦。咁所以鋸齒形啦，大家而家見到㗎啦。好難揾㗎，得太古城有嘅啫。咁啊，盡可能避免佢。咁其實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，就係呢一種鋸齒形嘅屋咧，你睇佢個平面圖其實係好深好長嘅。咁所以間屋就容易聚陰。咁如果你哋驚鬼驚邪嘅話咧，呢一間屋咧就特別容易有。咁同時間啊，間屋如果又長又窄，個宅主位就會去咗後面。咁其實睇風水我成日都講睇九格嘅。咁啊，將個九宮格拍落去啦，再精準啲就攞個圓形嘅圓圈，好似個羅庚咁拍喺正中間。咁啊，分翻個逐格邊格係咩，邊格係咩。咁呢一種屋咧，如果拍落去嘅話咧，有時個宅主位會冇咗嘅，或者9格入邊咧，可能只係得3格或者5格咁嘅樣，6格佢都冇嘅，因為佢其他嘅全部出晒去。咁特別係如果你睇風水拍9格落去嘅時候，部分嘅嗰啲角咧，我都唔知當唔當佢係1格好，佢又好似1格，又好似唔係1格。咁所以點解話呢啲屋風水最難搞，亦都可以話係冇得搞。咁所以大家可免則免就盡量避開鋸齒形嘅屋啦。好，跟住就到第二個屋嘅形狀啦。咁呢個香港咧就比較常見嘅，就係口闊肚窄。嗱，大家望下呢幅圖。咁呢幅圖咧，其實我先講佢第一個問題就係口闊肚窄。咩叫口？咩叫肚咧？一間屋嘅形狀，門口位置或者前半橛我哋稱佢為口，後半橛我哋稱佢為肚。咁口闊肚窄咧，就代表佢自己食好多，但係最後咧佢又吞唔落嘅，咁咪會有獲利回吐嘅意思。咁即係話好似賺咗錢，但係最後輸突嘅，咁嗰啲咧就叫做口闊肚窄。表面上有好多假財運，好多機會俾你發展，但最後你係1蚊都收唔到嘅，咁佢就叫做口闊肚窄，係破財之局。咁所以盡可能唔好揾口闊肚窄嘅屋，如果唔係一定會破財。特別係如果你係做生意嘅話，口闊肚窄嘅屋咧就更加要避免嘅。咁口闊肚窄就唔單止適用於住宅，口闊肚窄亦都適用於商業嘅。咁啊有啲鋪頭啦，佢個門面好大嘅，但佢入到去入邊咧，佢越嚟越窄，
越嚟越細。咁有咩形狀啊？一倒三角形啦，二倒梯形啦，或者好似我哋而家圖上面呢一個，咁佢就係支厚闊肚窄，咁啊好容易撞到嘅啫。咁點樣去知佢係咪咧？問佢 A 進攞幅平面圖望一望咧，你都已經知道㗎啦。咁厚闊肚窄就係破財之屋，漏財格局，咁所以唔好揀厚闊肚窄嘅屋。咁第二個問題啦，再望下啦，喺同一幅圖入邊，第二個問題就係叫做歪門屋。咁啊呢個就大家比較少留意嘅。咁邊啲地方會有歪門屋咧？譬如火炭駿景園啦，大啲嘅單位佢又係歪門嘅。咁啊間屋明明一個四方形啦嚇，咁大家睇到嗰度，咁啊用多少少例子就好似張紙咁。呢一度係門咧就冇嘢嘅，但係佢突然間咁樣折埋咗。然後個門口咧就喺呢度行入嚟，咁嗰啲都叫做歪門屋。歪門屋有咩問題咧？歪門屋就容易有心血管疾病，亦都容易有中風問題嘅。咁所以可以避免歪門屋咧，就盡量唔好裝歪門屋。咁除咗心血管問題，就係擺風水嘅時候，我哋做風水師會遇到嘅困難，就係究竟間屋個格局點樣計？以前我哋擺正中間嚟度風水，攞個羅庚貼住道門度完，咁間屋都一目了然㗎啦。呢一個位係宅主位，即係叫主人位，呢度財位咩位咩位咁一路數落去。但係當歪門屋佢咁樣擺嘅時候，就即係話將個九格就唔係垂直拍落去個圖入邊啦，就要擰歪佢。咁跟住個宅主可能去咗廁所，其他嗰啲位置就突晒出嚟嘅，完全冇辦法 fit 落去嗰間屋入邊。咁呢一種嘅歪門屋咧，風水基本上亦都一樣係冇辦法解決。第二，住落去身體係必然會出事嘅。財運好唔好咧？嗱，一般嚟講，歪門屋對財運影響咧就唔算好大。特別係如果你係做偏門，譬如你係開啲可能夜總會嘅，或者你開財務公司嘅，或者一啲偏到可能我而家都唔識講嘅偏門行業，咁呢一類型嘅屋咧，對於你嚟講咧，去住就問題不大，但係就一定係財 OK，但係個身體即係我哋所講嘅丁咧就會差一啲。咁所以可以避免就盡量避免歪門屋。香港基本上18區都有嘅，咁揾唔揾到呢啲屋咧，就靠你自己嘅運氣同埋你有冇細心去睇樓啦。嗱，咁今集呢一個家居風水形狀篇咧就先講到呢度，咁仲會有下集嘅。希望大家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訂閱 like 呢條片 share 俾你嘅朋友，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再同大家見面啦。